要的都是我以为，每次最后都证明我不配。关系的终结，甚至不用道别，就像简简单出的隐晦。离开那天，没有一声再见，没有来电，不曾感受思念。谁对我说过，能不能别走？记忆中只有体育老师这样说，谁也不挽留这样的我，没人在乎我的存在与否。我以为遗憾的都是我，以为结果最后就只有我回味。不舍的这些真相只是幻灭，就像一厢情愿的夜店。离开那天，没有一声再见，没有来电，不曾感受思念。谁对我说过，能不能别走？记忆中只有体育老师这样说，谁也不挽留这样的我，没人在乎我的存在与否。下辈子想要当董爷，一步也不用向前，在自己的小空间，一次发呆就是7年。谁也没说过，能不能别走？仔细想，或许体育老师也没说，谁也不